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7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将桂林沙轮打造成台湾的绿色戏骨工业技术研究院，上午举办10科技示范专区的上场典礼，邀请市长黄伟哲、甲议长郭信良主席，共同见证10科技将迈入新的里程碑。预估今年12月底，研发人员就会当完成第1阶段的进驻，全力拼再生甲绿色能源。对原本一片黄土到现在桂林沙轮所要打造的10科技城当中，这个示范专区4栋主要建物的主体结构拢已完成，要甲附近的科学产业园区形成再生能源的创新科技产业。上午包括市长黄伟哲、议长郭信良、经济部能源局局长林全玲以及工业研究院院长刘文祥等贵宾拢亲自出席，共同来见证能源转型新的里程碑。伫伫隆重的祭拜仪式过后，每一位贵宾拢伫建筑顶面签名祝福，正式进行上场典礼。他们的目标是做在一个这个所谓的日常生活零碳排放量，这个部分就很重要了。因为我们很多这个民生一般来讲，坦白讲，消耗的电力，尤其空调的电力是蛮大的，所以基本上在这个场域里面是把现在市场上所有可以节能的，所以可以使用智慧这个储能的，甚至这个能源使用的这个部分。通通完全把最新的设备、最新的概念以及最新商业化的东西，都这个放在这个示范场里面。透过三瓜学界的力量，这个示范专区伫今日正式上路以后，预计年底会当完成第1阶段进驻。到时将有145位研究人员，一直到计划完成，将增加到400多位。会中议长嘛争取所有研究人员连同管属，拢会当伫台南安基的各项需求，希望伫发展10科技的同时，嘛当加速地方的经济发展。但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伫外贸协会牵线之下，世界第10大零售集团香港永旺来台采购，将伫这个月13、14号2天，分别伫高雄甲台中举办采购说明会甲商谈。不过，议员蔡玉辉、游英智甲彭一峰却认为，独独跳过台南真无公平，所以上午召开记者会，呼吁市府甲外贸协会爱争取台南的商谈会。由议员蔡玉辉、张世贤、游英智、彭一峰甲李文俊等5位组成的议会问政联名有够赞，因为日前发现伫外贸协会牵线的香港永旺来台的采买集团，将伫3月中分别伫高雄甲台中举办采买说明会。议员认为，共款是采买农渔水产甲加工的食品，为何独独跳过台南市？和议员认为相当无公平。大早香港，伊国民所得奖管4万外国美金。假设咱会当搭上这条，咱讲这个变经济过弯道，停机站拍通过这条路，我感觉对咱台南市这的精致的农渔业就有帮助了。可是，我很验一下。咱个台中各有单机无，所以我嘛要听听啦吼，听听咱政府单位的做法到底是安怎开安尼啦吼。我这嘛足怀疑讲，是毋是吼，因咧抢即个美角，吼，抢即个当地文化就对啦。因为呢是安怎，因要来遮采购，因为特别紧来高雄甲台中市，吼。啊，外贸协会知影，因就来咧当地文化，吼，咱强烈怀疑一点。对此，市府农业甲经发局回应，其实早伫2月14号，台南市就举办过一场的类似商谈，即届外贸协会主办，
外贸协会台南办事处主任周秀芳嘛表示，原则上因是尊重采买团体决定，不过后来经过协商，嘛将增加台南的场处。因为我们去要求买主来台采购的时候呢，我们会遵助买主的采购意愿，他想要在哪边根据他的需求，他指定的地点会优先办理。那再来呢，我们因为考量到台南很近，也有这种产品所以我们要跟他沟通，必须要那个买主同意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加开厂。所以我在我们后面的尽量的争取跟台南市政府沟通的状况下，我们后来就增加了，就是3月12号下午2点，我们就会在那个香格里拉就会办这个香港理论的这个产洽会。根据经发局的统计，类似外国采买商谈会，外贸协会一档就举办16场，其中伫台南的场处就占了一半。不过民间却无啥了解，对此议员呼吁，希望政府单位会用多加宣传，将台南的农渔产卖出去，台南才会赚大钱。变经济，过不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议会干部委员会7号上午前往关庙宝东路附近，针对民众တင်前的道路开辟问题进行会勘，因为当地交通量愈来愈大。当地民众希望政府会当将丰信道路连接到原本的道路，方便当地居民使用。现在伫关庙宝东路356巷附近，因为民间主动发起的工业区已经慢慢完工，所以伫当地上下班时间的车流量嘛愈来愈大。为了减少交通的问题，民众嘛甲议员定情，希望会使将当地防汛道路甲原本工业区的道路连接做伙，方便民众来出入。7号上午，议会公务委员会嘛到现场会勘，经过详细的讨论后，议员嘛要求公务局做出规划。地方的民众一直在陈情，那如果说这一条356巷能够直接接到这个防汛道路这个提案上面，那是便民呐那这个地方原则上，我们今天公务局公务小组，我们台南市议会公务小组来会勘的结果，希望说我们公务局评估看看这个地方，假设要356巷接到这个提案道路工程费用要多少钱？那如果在安全上的顾虑，也说希望说公务局能够把这一个地方做一个克服，然后向河川局这边做一个申请。除了道路连接的问题以外，议员嘛希望相关单位会使针对防汛道路的死角做出处理，也佫有工业区内路顶无够的状况。公务局表示，针对道路连接的问题，将会做通盘的评估，同时路顶的部分嘛评估后尽速来施作。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的往来已经外销325卡货柜。为了继续推广，市府农业局特别邀请日本的外商前往关庙往来田现场试食往来，并且互相讨论双方的需求，希望将关庙往来行销到日本的超级市场。关庙地区的往来一直拢是咱市重要的农特产品之一。市府日前嘛公布了往来行销将近325个货柜的数量。为了继续开发新的通路，市府嘛特别邀请日本的代表来到往来田勘查并试食现版的往来，同时嘛针对因的需求做出讨论。对此，农业局长表示，台湾的往来是全世界知名的好食，所以这个任务一定会使顺利来完成。这次日本御茅屋呢，派了一些专人呢，来我们台湾看看我们的这个关庙的凤梨的品质是不是合日本的标准，然后向我们呢来进行初步的一个洽谈。如果成功的话，我们将会在日本的御茅屋呢成功的上架。那这一次的这个展示，这一次的这个商谈之中，那我们发现呢，说我们的台湾的凤梨呢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一个凤梨，他们也承认。所以呢，我想说这一次一定可以圆满达成这个我们在日本销售的一个时机。如果往来外销到日本确定后，将会由关庙农会提供符合日本业者需求的产品。农业局表示，今年嘛有希望先到日本试推广，未来嘛将争取长期的订单，为台南的农特产品拍开更较侪的通路。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原本安平区伫樱花路顶唯一的夜市已经经营了14档，不过因为建商要起厝，所以只好退出。
现主时业者另外找到地规划夜市啊，伫这个月17号将要重新开幕，而且动工为了去引人潮，将伫空中有数十万的现金甲消费券。为了安平国际华平路甲准平路口这片占地1700平的停车场，现在已经规划成400外家夜市。目前周边的公司正积极赶工，17号将正式开幕。其实该场正是已经经营超过14档的原樱花夜市，现在重新开幕以后，将诉求社区化以及多元的消费形态来吸引年轻族群以及小家庭的高官。所以小食的单位会占7成以上，另外就是百货以及小朋友上爱娱乐设施。业者表示，招商以后，目前价位拢已经全满，看来商机无限。把这个台南各大夜市的品牌的美食都招商进驻所以有各式各样非常丰富的台南小吃甚至有些品项有些摊商只有在我们永华夜市才看得到、才吃得到所以在整个规划上，我们希望营造一个新的风格，甚至像我们未来也在墙面的部分也有打造完美墙就是希望让年轻人他们来也可以有拍照让有的吃、有的逛、又有的玩。同款维持每礼拜4甲礼拜夜市时间，第一场开幕就定伫17号，连同21号2天，为了摒人气、吸引消费者眼光，将祭出空中夜数10万现金加消费券的好康。永华夜市开幕呢，我们觉得简单、重点来发给回馈给我们的民众就好，所以我们特别规划了这个现金以及消费券，现场直接大放送。那怎么送呢？我们就是会规划高空撒红包。那当然这个红包数十万，也有消费券，也有现金混杂，通通都有。那最大包一包有价值1000块。目前安平区拢也无夜市，所以樱花夜市重新开幕以后，除了互社区民众给了一个好选择，而且市府卖全力辅导来拼经济。台新闻军及何乔芳采访报道。咱先去看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您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人工智慧的时代来临，成功大学上午甲来自新加坡的信科工程电子公司进行交流，希望透过革命学习新加坡发展智慧城市的经验甲技术，为台湾相关的产业创造新的价值。对新加坡特别前来成功大学进行交流的新科工程电子公司，由执行副总带领着这该公司重要的主管出席。就是希望甲成功大学来建立着深厚的友谊，互双方伫咧智慧城市、智慧病院，甚至是智能驾驶车这寡部分，会当有更加亲密密切的合作。我们是从新加坡新科智能，我们很荣幸的这次来到台湾，与国立成功大学协作这个项目。我们会在智能校园。自动车和智能医院的方向去建造一个新的科技，与台湾的人民服务，而且把这个项目带出国外去展览，而创造新的智能机科。我们所有的 discovery 跟 technology 都要一个在非常 effective 的方式里面，透过大企业 global 大企业的方式来管理
来产生它的效益。那我非常非常期待啊，在我们今天的 partnership 启动之后，我的同事可以 benefit 啊，大家在 corporate management 上面的这个价值跟方式。智慧科技是成功大学即马发展的重点目标，对工程、医学、城市建设、交通运输等等拢有相关的研究。成功大学也会持续投入资源来研究着智慧科技，并协助政府推动台湾来成为智慧科技的国家。台湾新闻网子豪采访报道。中信金融管理学院将伫今年率先全国开设 AI 人工智慧系。上午，中信金融管理学院的校长施光训特别前往台南高工，双方签署伙伴联盟的协议，要让对 AI 有兴趣的学生会当提早学习相关的知识。中信金融管理学院率先学术界将伫今年开设全国第一所的 AI 人工智慧系，并将学习的重点放伫咧人工智慧、区块链、云端运算甲大数据这四大方面。结合未来金融科技的实务运用，希望会当培养出上界符合业界所需要的金融科技专业人才。中信金融管理学院的校长施光训也特别伫今日来到台南高工，甲学生说明着科系内容，并且甲台南高工的校长王荣发签订伙伴联盟协议。来为双方未来长期的合作打下基础。我们这次跟台南高工合作，是希望能够争取台南高工优秀学生进到现在最新的 AI 还有财务科技的领域。那未来会透过合开程式设计的课程跟资料分析的一个实作课程来训练我们的同学。那接轨同学未来毕业及就业，顺利进入优质的企业来就业，然后能够开创他自己未来特殊的一个发展。台南高工的校长王荣发嘛，希望未来有机会会当和中信金融管理学院专业的老师来到台南高工进行演讲，或者是教学，和学生熟悉更多管理相关的知识。未来的一个社会里面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人工智慧跟财务管理的一个职能，尤其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未来他虽然是工科的一个学生，技术的一个学生，但是他还要面临的管理跟领导以及财务管理这样方面的职能，所以我们特别重视这样的一个课程的需求特别商请这个中信管理学院呢，能够支援我们这方面的需求课程跟师资。中信金融管理学院 AI 人工智慧系的设立，引发了在场学生满兴趣。校方嘛表示 ，AI 人工智慧系今年只招收43位的学员，而且大部分的名额是中信金独立招生。有兴趣报考的民众会当向着中信金融管理学院来做询问。台湾新闻网子豪采访报道。即阵嘛，正是帝王蟹选季，5000级饭店的自助餐厅特别进口智利青个大只的金马，推出帝王蟹食甲饱，加上总铺师创意的料理，除了现炊、煮汤，也有甜点，非常的澎湃。业者表示，开卖第一天已经完全无位啊，欢迎民众伫4月29号进前提早预订。那伫日本料理参照这款进口几只活的帝王蟹，一只料理起来上万块走袂去。不过现在伫业者手中这么大只的帝王蟹，现在伫5000间饭店的自助餐厅，确实要互你食到饱。业者表示，因真正是无惜成本，而且若个参加网络的留言分享，也有机会抽到免费食到饱的机会。为了回馈呢，长久以来对大影子粉丝团的一个来 follow 我们的一个精神呢，我们也在3月10号以前，只要你播上帝王蟹美食节的相关活动呢，我们会抽出免费的帝王蟹餐券。那也希望大家好好利用这一档到4月底以前的星期1跟星期3帝王蟹吃到饱的活动，来好好享用我们为大家所呈现的我们智利的帝王蟹。有丰富个人经验的总铺师嘛，带领过大专以后专业讲师的电焊帮，这摆营业饭店推出帝王蟹美食节，更是发挥创意，要让客品尝5种不同款的金马料理。我们从智利那边把帝王蟹进进来，这一次的帝王蟹是生
然后去现蒸、去现烹调，所以它会很绵密、很鲜甜，吃起来下去的话，也会有大海的味道，会有感觉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方式。那最主要是帝王蟹是用现烹调，直接用清蒸，直接将姜丝跟米酒下去烹调而已，那是最鲜甜的。根据了解，饭店一推出帝王蟹食到饱以后，第一天的中昼甲暗顿的定位都拢满。业者表示，因对3月4号开卖以后到4月29，每礼拜一甲拜3拢有。看来介意食金马民众在把难得机会提早预定。但新闻军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大提琴家张振杰1989年登来台湾从事音乐工作，至今已经届满30档。这段期间，伊前往台湾各地举办音乐会，将创意加上音乐融合伫个生活当中。这届伊收集30档来情怀刻目，举办全国30档大提琴独奏音乐会，要一届分享给介意音乐的大小朋友。由朱露豪以京剧的方式唱出一段，佮搭配着大提琴家张振杰演奏。这将会是张振杰登来到台湾30档大提琴独奏会其中一个曲目。张振杰因为希望古典音乐会当更加亲近民众，所以这30档来，伊拢非常积极，将音乐加入侪无共款的元素。这届伊希望将30档来上界精华的部分，全部一概展现出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回来台湾30周年哦，那我的音乐会。跟人家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喜欢做全世界独一无二、没有人做过的，在稻田、在坑道，然后在太鲁阁、在金门，然后跟京剧，然后跟歌仔戏，然后跟布袋戏、跟美食，什么的我都可以结合，还有我的亲子音乐会，全部都可以结合。那可是我今天就想说，用一场音乐会在3月30号在台南，是我第一场。返国30周年的第一场音乐会，就在台南跟乡亲们来分享哦。这次会有美猴王来，然后会把我这30年来做的最特别的曲子，都在一场里面呈现给大家。用着趣味的风格，真打拼来，让古典音乐转变成为无论大人囡仔拢会当轻松了解音乐。大提琴家张振杰大提琴独奏会，喜爱音乐的朋友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乌阴有时阵分的天气，温度16度到21度，落雨的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是10级。感谢你收看3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区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